政府採購飲用水嘅風波今年8月曝光之後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隨即就採取行動，調查事件同埋審視現行嘅制度，避免再發生同類嘅事件。許正宇日前公布佢領導嘅檢討政府採購機制專責小組所提出，用作盡早堵塞政府採購程序漏洞嘅6項先行措施，同時全面公開審計署撰寫嘅管理建議書。一連串行動同埋操作，充分展現政府嘅透明度同埋完善政府採購機制，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嘅決心。政府採購飲用水風波源於投得港島同埋部分離島飲用水供應合約嘅公司陰鼎陰商貿，涉嫌喺投標過程造假，提供俾政府人員飲用嘅樽裝飲用水亦都屬於冒牌貨。今次事件明顯涉及個別公司嘅懷疑欺詐行為。但係同時亦都顯示，政府物流署相關人員喺採購飲用水期間，喺盡職審查同埋應對潛在欺詐行為方面表現係未能追上現今商業社會嘅狀況，同公眾嘅合理期望亦都有明顯嘅落差。專責小組提出嘅6項先行措施，正係集中對焦社會最關心嘅幾個重要部分，加以完善同埋改革。事件發生之後，社會上有意見認為，物流署人員應該核實投標者提供嘅文件內容，唔可以盲目盡信。針對呢方面嘅建議，物流署已經按專責小組嘅要求完成咗內部工作指引，並且已經發放俾政府裏邊負責做採購嘅人員。內容係包括驗證文件、背景審查、實地視察同埋應對可疑事項嘅跟進行動。此外，為咗更好處理每項投標嘅審核工作，物流署自10月起將內部審計專隊重組為採購及物料管理審核組，加強抽查各個部門採購時嘅盡職審查工作。審查期間，若果發現有不足嘅地方，審核組係會適時上報有關部門首長正視，徹底改善有關部門採購流程。另外，物流署亦都已經修訂招標和合約的標準條款，規定投標者同埋承辦商係需要同意政府可以直接向第三方核實所提交資料嘅真確性，同埋容許政府喺審核標書過程同埋合約期間進行實地視察等等。中間如果發現承辦商提交虛假陳述或者不真確資料嘅時候，政府係可以即時終止合約，保障公帑用得其所。政府每年批出嘅採購合約成千上萬，項目相當繁瑣，而負責採購嘅絕對唔止物流署。上述3項安排代表住專責小組今次確係抱住刮骨療毒嘅決心，檢視現行採購安排，對準嘅目標唔限於物流署，而係政府裏邊所有負責採購嘅人員。目標係要政府部門上下一心，與時並進，用好每一分公帑。呢份推動大刀闊斧改革嘅決心，相信一定可以令到各部門大大咁樣增強審標核標嘅能力，同時挽回社會對政府採購工作嘅信心。6項先行措施嘅後3項則係屬於改善政府部門間溝通同埋工作文化上嘅安排，包括第一，設立電子資料庫共享資訊，俾各個政府部門共享包括承辦商履行合約時異常情況嘅資料，等各個部門喺評標嘅時候有多一項嘅參考。第二，安排負責採購同埋財務工作嘅人員參加防騙培訓，同埋第三，培養採購人員嘅主人翁意識，令到佢哋為政府進行採購嘅時候，就好似自己購物一樣謹慎，保障政府同埋公眾利益。政府採購飲用水風波揭示嘅唔單止係個別部門嘅採購工作問題，而係政府整體採購流程同埋制度未臻完善。專責小組不避難不避諱，敢於直面問題所在，提出審標核標同埋工作文化上嘅重塑。正如許正宇所講，係確保大家有權可用、有權敢用、有權適用。更重要嘅係政府針對採購工作嘅改革並唔係止步於此。未來等專責小組完成咗檢討同埋發表最終報告之後，會有先行措施以外嘅其他深化建議，進一步改善整個政府嘅採購制度，貫徹盡職盡心、採購為民嘅目標。
除咗制度改革之外，公眾嘅另一關注點係有冇公職人員需要就事件負責。由於審計署嘅管理建議書指出，事件中有人為嘅疏漏，加上處理今次採購飲用水事件嘅過程係涉及物流署同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嘅高層等10幾位。為咗公平起見，許正宇已經邀請從未參與事件嘅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艷負責紀律調查。劉艷喺回答記者提問嘅時候已經承諾，若果紀律調查過程中發現有違法嘅情況，絕對唔會輕輕放下，有需要嘅時候一定會向執法部門舉報。我認為公眾同埋社會關心公職人員嘅紀律調查詳情實屬正常。但係眾所周知，紀律調查需時，社會係應該俾空間，等政府進行獨立同埋唔受干預嘅紀律程序。唔只有公平對待事件中所有涉事嘅人員，政府先至可以得出一個令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嘅調查結果。喺確保公眾知情權之餘，同時亦都保障事件中各個涉事公職人員嘅基本權利。大家係應該對現屆政府有信心。雖然審計署嘅管理建議書只係提供俾部門參考，但係負責官員仍然決定站喺公眾利益角度，將整份管理建議書公開。呢份開誠佈公嘅決心，充分證明政府處理今次事件嘅時候對透明度嘅堅持，同埋對改革嘅誠意。期望有一個永不犯錯嘅政府，呢個係並不合理嘅幻想。但係現屆政府一旦發現錯誤，永遠唔會選擇逃避，而係採取直面問題、正視錯誤嘅態度去應對。敢於面對不足、勇於完善制度，係現屆政府嘅特色，亦都係市民樂見嘅施政方向。期望專責小組盡快完成檢討，堵塞現行採購制度中嘅所有漏洞，並且研究加強好似人工智能同埋數據分析等技術嘅應用，杜絕別有用心嘅人渾水摸魚嘅可能，把關守護好屬於市民嘅公帑。